在这位议员甲社会局长卢宇聪的见证下，台南市议会由议长区里里代表关键4个社会福利团体，包括社团法人小太阳关爱协会、台南市爱盼望社区关怀协会，以及台南市癫痫之友协会、甲听障体育运动协会等，每一个团体8万到10万块不等，总金额36万，希望帮助偏乡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可能对我们这几个社团都不是说那么的熟悉因为他们真的是都在非常艰困的地方在经营，特别是我们小太阳关怀协会，它是南西区唯一的儿童少年社区关怀据点，长期关心并照顾当地有需求的儿少。那台南市爱盼望社区关怀协会，它是无私奉献于白河地区，也是偏乡，为当地的老人群体提供必要的关怀与服务。那台南市癫痫之友协会呢，它是致力于癫痫患者提供所需的协助。那台南市听障者运动体育协会呢，它是帮助听障者参与体育活动为使命，并为身心障碍者争取更多的权益与支持。透过这一次的捐赠，是针对我们在地，尤其是偏乡，还有呢比较罕见的这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协会。那他们都是在呢小型的一个社福提供在地的一个服务。那这次呢，一共有4个来接受这一个资金上的一个协助。那也非常感谢议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以及我们议会一直以来的一个协助，可以让我们小型的社福团体呢持续在地发光发热。议长表示，无论是关怀偏乡的儿童甲家庭，还是关心身心障碍者的福祉，真侪无私奉献的社会福利团体，也是真需要社会各界的帮忙。亲像听障体育运动协会，就会用利用这笔经费来聘请更侪手语老师来教导民众，和听障朋友嘛用落实知识的边缘，甲民众来沟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